当然这个压力我一定要去做一些。觉得我现在努力要做混有时候转，压力多出来，短时内没有办法解决自己，一旦闲下来就很慌张，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不能接受一点的就是原地踏步。希望我的观众能够喜欢我长一点、久一点。我写的东西有人喜欢的话，照着这种状态继续往下做就好了。接受不可改变，改变可以改变。是在同样一个地方、一个房间里，给自己一些新鲜的能量吧。我觉得我应该停不下来，因为休息不下来。突破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。有的人会觉得说是 UP 主给了观众能量，其实很多时候是观众治愈了我们。